晓得。上班一天巴肚会枵袂？嗨去哦。妹妹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就是下班上下班，了倒上准备要下班。下班上啥物班？了倒上准备要来下班咯。下班上下班，了倒上准备要下班。下班上啥物班？了倒上我今来下班咯。晓得？你头拄在讲啥？最近天气足寒吼，要来洗身躯无？洗身躯，洗身躯，了倒上来洗身躯，洗身躯，洗身躯，了倒上来洗身躯，洗了身躯，咱就会当来参加有影讲台语。咱了倒旧年嘛有参加哦。